是一个我们宜兰省非常出名的粿。哦，老板娘你好。嘿，两个就会客家嘅拌的耶，哈。啊，哇，这分很多种不同口味，这个是麻条面啊。这红豆咸的，好好啊，咸的红豆。咸的红豆对，这个是这菜脯，哦，哎啊，这红红的是上面是用。红旗，姐姐，我可以来试包一个看看吗？好，这个跟我们客家人说的个拌的啊，这什么比较 Q 哎，这正准米嘛，笋米耶对，要东 Q 哎，全部都黑米，对完全全米的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先来选我喜欢吃的料，好不好？哎，阿妈，哦，就会客家话讲的老配席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呢？这咸的红豆，红豆可以做咸的，嘿，很好吃，葱姜，加姜哦。加姜辣辣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甜的喽。这甜的。好，那我先吃这个我比较熟悉的，因为我阿婆家也有晒这个萝卜丝。好，安妮可以，对 OK 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再多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更好吃。不怕客人吃，对不对？安妮没有那修起来。啊，就很像我们客家人在包菜包那样子。一样的。可是这个真的好 Q 哦，我阿嬷也是客家人嘛，真的哦。所以她是当初，做这个柜的时候是用客家的方式在做这个柜，跟外面卖的那个柜完全不太一样。真的，难怪我想说台湾的不太一样。怎么会在这边会有这么客家东西？对而且那边还有沾花生粉，是，把那个我们客家人讲黑起麻对，温板挑吗？花生粉，这是很道地的客家的味道哎。客家方式。所以你说是阿嬷，那就是妈妈的妈妈婆婆是客家人，很道地的客家啊，所以做法现在传下来第3代了。对，后接我看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正好包，我跟正式。这应该不是公生球哈。哇，我来试吃看看喽，好不好？里面我塞很多料哦，走马哦。好 Q 哦。桃园苗栗那边很多客家人啊，都会特意来这边买。我觉得这个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你拿跟两个拌这部分真的非常的 Q， 又加糯米，搞米都一样的，真的很 Q 哎！哎，这个料炒的很香，日本品种这的拢日本的，咱咧台湾的萝卜丝哦，滑滑，比较硬。哦，咱的日本的物件，感觉食着较软 Q，较好吃。真的较脆。清香哎，就会讲你单枪是两个拌成，你就会很吸引人的，非常的 Q。而且呢，像这个我试吃一点是咸的红豆的味道，好不这好？是客家做法。这个真的好香哦，天白是都落姜麻的。哇，阿婆，秋安牛啊，都那条 BS 这样子卖贵吼，是大家平常都会吃吗？还是在什么时候会特别买这个吃？拜拜，较大。拜拜是公办、新班办，啊，闽南语说的昂姑贵这样子，这真的非常客家哎，所以难怪刚才都讲吼嘿，老师有跟我讲到说这边有非常多的我们说诏安客家人。对。理采宜蘭北岸市場地圖嘅菜包有60多年嘅歷史，打造成現在唔但將皮球料香，仲有誠意，還係前生人傳人嘅菜體小食咯。